咧唱完之後咧就到我唱啊 ，OK， 但我先講兩句説話。今年咧即係國家咧發生啲咁嘅事咧，我哋都好同情。咁我亦都希望咧喺藉助呢個機會咧喺呢度多謝大家，你哋有參與，亦都等於有支持㗎啦。OK， 錢銀碼嗰啲係事小，係嗰個心最重要。OK， 多謝你哋。仲有嘅咧就係咧我哋中國改革開放咁多年咧，我哋淨係有聽過我哋嘅深圳特區啦，我哋淨有聽過特區嘅咋，我哋從來冇聽過有災區呢件事嘅。5月12號08年。我哋國家有災區嘅出現，所以先有今日呢個晚會。多謝晒你哋，我哋先俾阿 Benny 唱歌，唱完之後咧，你哋就要感受一下我呢啲咁難聽嘅歌聲啦。OK， 18,000蚊去聽我唱歌，你哋多謝你哋，多謝，我代表災區多謝晒你哋，多謝咁多位 ，thank you。搞到好似18,000蚊俾個車我唱歌咁啫。换了多少梦？黄色的脸，黑色的眼，不变是笑容。8000里山川河源，像是一首歌。无论你来自何方，想去向何处，一样的泪，一样的痛，曾经的苦难。心中一样的血，一样的痛，未来还有梦，我们一起开拓。不分你我，要走向前走，让世界知道我們都是中國人。即係5月12號08年。國家發生啲咁嘅事，我哋大家作為海外嘅華人華僑，我哋大家都唔知做啲乜嘢，就藉著呢個晚會咧，咁咧我哋希望幫國家做少少嘅嘢，即係頭先講嗰啲錢啊、嗰啲數字嗰啲咧，多與少都好，最緊要都係嗰句説話喺個心度嘅啫。今次四川發生地震。令到我哋兩岸三地中國人 OK 團結起嚟，係即係喺呢個機會裏邊咧，就即係證明到我哋中華民族5000年嘅歷史文化係幾咁堅強嘅。多謝你哋。今日幫你哋18,000蚊嗰首歌叫做《哪有一天不上嚟黎明》嘅。夜風發開信紙，你的不足轉傳，談論昨日往事，如何讓你知，活在分開不寫意，最寂寞夜深人靜，每念掛念。